大北门区，譬如迄康纳乡等等吼，世界一流的尿珠啊，拢是因咧生产。所以未来，干那这尿珠啊，一个红的啊，一世人爱甲你下4000领的尿珠啊，0到3岁半，安尼你阁会当生4万。所以未来，咱的城市就会愈来愈稀微，咱的城市对比前的城市，要甲变做快乐的城市，对不对？悲哀的愿望，咱来改做快乐的出口。把这个大小高级的政府，咱甲轮替落来，好无？好。姚正义也提出看我这共款的政策。